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第20轰炸加沙走廊，上报有造成80个人死亡。伊嘛看出几十架进入加沙地区，要进行人道救援的影片。只是讲联合国是表示，当地人是回报讲，因并无收到救援的物资。加沙走廊庆出真大乌烟，一直有爆炸声音，就算国际社会批评声音愈来愈大。以色列20又原在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重大死伤。不过，佫表示也稳准更加侪的援助卡车进入。伫北部的轰炸当中，一间厝甲一间好好改造的庇护所被炸甲是如苍苍。שלא הורגת ילדים, לא כתחביב ולא כמדיניות. 以色列民主党党魁个人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访问的时阵，强烈批评，不过真紧遭受政府甲在野党领袖批评，共同震动。总理纳坦雅胡指控个人是对以色列军队甲国家相比拼的反犹太血腥诽谤。国际社会同时高度关切是加沙和以色列封锁将近3个月。以色列在压迫之下，这礼拜同意上加限度的援助车队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联合国表示，虽然物资进入加沙，不过无法度送到上欠物资地区的发送起点。Israeli authorities are requiring us to offload supplies on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Karim Shalom crossing and reload them separately once they secure our team's access from inside the Gaza Strip. 在批会部当中，优先送也配红牛奶粉，不过不足社会中心停车，就用真侪时间。负责监管人道援助以色列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表示，19放行5台卡车，20有93台。不过联合国证实，20进入加沙无这么多。以色列3月结束的上近1摆停火期间，为至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有600台。以色列中期军事行动封锁加沙，各有限度开放援助，造成死伤加起很大下定，互国际社会看不落去。目前英国已经宣布对以色列暂停贸易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